陀仔今日做簡易份數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有呢個題目，佢就話着色部分佔全圖幾分之幾呢？請於格內咧填翻正確嘅數字嘅。即係話呢一度個圖咧，着色部分係成個圖幾分之幾，就填翻個份數啦。呢度都係咁樣做，呢度都係咁樣做啦。我哋先睇呢一個，呢度有個星星啦，佢係分咗1、2、3、4、5份嘅，每份一模一樣樣，咁所以就5份啦。跟住着色就有1、2，兩份就2，咁所以呢度就5分之2，就係咁樣做啦。跟住到呢一個，呢度就有咁樣長方形啦，跟住呢度咁樣咧係三角形嚟嘅喎。然之後呢度有長方形啊咁樣。呢度咧唔係每一份咧都分做一模一樣大嘅，咁所以唔可以咁樣嘅。我哋要咁樣分翻開去。呢度咁樣就三角形、三角形、三角形、三角形，全部都三角形啦，而且每一份咧都一模一樣大啦，咁樣就 OK 啦。跟住我哋就可以數咯。而家一份咧就係咁樣，呢一度叫三角形，咁樣就叫一份啦。咁所以就一份啦，兩份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份嘅。咁跟住着色咧就有一個三角形、兩個三角形、3、4、5、5個三角形，就係咁樣。咁所以呢度咧就係5/8嚟嘅。再嚟呢一個咯，呢個圓形咁樣分。呢度咧唔係每一份都一樣大嘅，咁所以就唔可以咁樣嘅。我哋要每一份都一樣大嘅。陀仔要再講多一次，每一份都要一樣咁大嘅。咁如果呢度咁樣分，咁點算啊？呢一份咧可以咁樣擺上嚟咧，因為佢呢度咁樣一份咪等於呢度咁樣一樣大咯。咁所以你擺咗上去咧，其實佢就咁樣，佢係一個圓形分開咗兩份啊。第一份就咁樣啦，第二份就白色呢度咁樣啦。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係分開咗兩份，咁所以就係2份入邊嘅一份，兩份入邊有一份有顏色，就係咁樣啦。跟住到呢一條咯，佢就分咗1、2、3、4、4份嘅，然之後有顏色咧就1、2、3，三份啦。呢個就係3/4。你見到佢每一份都一樣樣嘅，咁所以就3/4。然之後咧就到呢一個啦，佢咧咁樣一條一條咧，全部分埋一樣樣嘅，咁就分咗1、2、3、4、5，五份啦。入邊有1、2、3、4，四份有顏色，咁所以呢度就4/5，就係咁樣啦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